人物传记能让我们跨越时间空间，去窥探这些历史中留下印记的人物。大家对于韩剧的了解一半都停留在爱情剧中，但一些韩国人物传记电视剧也值得一提。你看过哪些好看的传记类韩剧呢？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韩国最经典10大传记电视剧，如《一道伤到绝顶峰之化缘》等等。这些人物传记电视剧哪些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韩国最经典10大传记电视剧一道。一道是由韩国 MBC 公司于1999年11月22日推出的一部古装电视剧，该片由李炳勋执导，全光烈、洪忠敏、黄秀珍、金炳世主演。该片讲述了一代神医许俊是如何通过的艰苦学医之路的故事。剧情讲述了一代神医许俊是如何通过艰苦学医之路，并编纂完成东医保健的故事。伤道。伤道改编自韩国作家崔仁浩的同名小说，是由李炳勋执导，李在龙、金贤洙主演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该剧讲述的是19世纪韩国商人林尚沃由贫无立锥之地到富可敌国的奋斗历程。该剧于2001年10月15日在韩国 MBC 电视台首播，故事背景以19世纪朝鲜半岛的商界而展开，描述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红顶商人林尚沃的发迹传奇。林尚沃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绝顶。绝顶是由李相烨执导的 MBC 电视台85光复节献礼特辑史剧，由金童丸、徐玄振、高斗星参加演出。2011年8月15日于韩国 MBC 电视台播出。顶峰讲述了为国家独立事业献身的诗人李路史的故事。金童丸饰演了因独立运动被捕，获得收监号246号的李路史。与李路史的韩文发音相同，他经受一系列的拷问后被发至17号牢房，年仅40岁时牺牲4风之化缘。风之化缘是韩国 SBS 电视台于2008年9月起播放的水幕剧，由张太佑导演执导，文景寅、朴信阳、文彩元、柳成龙主演，讲述古代知名女画家申润福悲伤的一生和历尽曲折的爱情故事。1766年，朝鲜图画署的元老画员姜寿恒奉世孙，后来的正祖命令绘制4道太子画像，然而却在绘制过程中离奇死亡。之后试图查明死因的图画署画员徐峥和夫人也惨遭杀害，徐峥女儿下落不明。朱蒙。朱蒙是韩国 MBC 电视台为纪念创设45周年，投资300亿韩元制作的台庆古装神话剧，由李珠焕执导，崔王奎、郑炯秀编剧，宋一国、韩慧珍主演。该剧讲述了高句丽国王朱蒙和朝鲜史上第1位女王赵熙奴之间的爱情故事，于2006年5月15日在 MBC 电视台首播。由于严重歪曲篡改杜撰历史，此剧已被中国大陆广电局网络封禁6大长今。大长今是韩国2003年 MBC 出品的韩剧，由李英爱、池珍熙、林狐、洪丽娜、梁美京等主演，金英贤编剧，李炳勋执导，是一部励志古装历史剧，共54集。剧情讲述了一代奇女子徐长今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朝鲜王朝历史上首位女性御医，被中宗赐大长今称号的故事。2003年9月15日到2004年3月23日，大长今在韩国播放收视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并以47.8%的平均收视率获得2004年度韩国收视率冠军。李算。李算是由李炳勋执导，金一英编剧，李瑞镇、韩志民主演的一部韩国古装电视剧，讲述了李氏朝鲜的第22代国王郑据李算波澜壮阔的一生。该剧于2007年9月17日在韩国 MBC 电视台首播，最高收视率达32.7%。李算是18世纪后期朝鲜时代第22代王，500年的朝代历史中，他是经历最为坎坷的王，也是思想最开放、用最民主的方法包容了一切的君王。在这部剧中表现了李算的人生的等待和挫折，成功和喜悦，辉煌的成绩和令人伤感的爱情。同一。同一是韩国 MBC 电视台出品的古装剧，由李炳勋执导，金一英编剧，韩孝珠、池珍熙、李素妍、裴秀彬等主演。该剧讲述了朝鲜王朝第21代王英祖的生母贱民出身的淑嫔崔氏起伏跌宕的人生，以及他的儿子朝鲜英祖大王戏剧般的成长过程。该剧已于2010年3月22日在韩国 MBC 电视台播出。2010年，该剧获得 MBC 演技大赏最佳剧集奖。正道传。正道传是韩国 KBS 电视台于2014年1月4日起播出的大河历史连续剧，由姜秉泽、李在勋执导，郑显民编剧，曹在显、刘东根、朴英奎、徐仁熙、林狐等主演。
此剧讲述李成桂、郑孟周和李方圆等高丽维护新的国家者和朝鲜的这些人的激烈的矛盾。郑道传是高丽王朝末期和朝鲜王朝初期的文臣、政治家、诗人、改革家、儒学学者，朝鲜王朝的首任宰相。1392年7月到1398年8月26日，本官奉化，时张喜平。张喜平是部韩国古装电视剧，由姜秉泽执导，季惠秀、全光烈、朴善英、朴玉珍、赵如珍参与演出。该剧主要讲述了两个女人的人生，这部戏表现的是两个女人的人生，张喜平和仁贤皇后，在她们身上两种女性的本质、爱欲和母性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喜平原名玉静，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因为出众的美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